好，来乡亲啊，台南六家的落雨上季，这个礼拜六正式开始，讲有真水的当地才有的这个水面倒照影，会当来欣赏。 2026六甲落雨上季要伫咧一礼拜六上场，目前落雨上已经慢慢转红色，风景是水甲城，真侪人来遮散步。今年的2026的落雨松哦，我们的花海总共有1.5公顷啊哈，其中我们的一个0.5公顷的红色荞麦哈，已经吸引全国的那个游客来欣赏。即摆毋闹真水回海，伫咧部分的所在，冒落雨上森林的水面倒照影。 六甲区公所嘛邀请2只航仔鸟来到现场，阁有6甲家家的囡仔制作每年歌灯来甲大家拜年。2只的一个小鹿哥跟小鹿妹的一个公仔哈，因为六甲以前是西拉雅平原的一部分，很多的一个梅花鹿啦，享受这一个我们的一个落雨松的一个宁静。欢迎民众来到六甲区欣赏落雨上的美丽景致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